万岁驾！大家饮酒赏月吧。第一杯又一杯，这些敬你们一杯。两位爱妃，正派隆重一数年，天中神月快今天，哪位先生小太子与凤会？娘娘佛罗面，臣妾谢恩万岁，皇恩浩荡不光，天降隆重定于。臣妾爱民是自重，习惯设想真公章，啥能参事分君报恩从理。香艳美艳得从为神经万万岁，册封皇后子朝阳。小妹那里接得上姐姐的福气哦。两位爱妃所奏，这件谦上之美德，但这次一语就不必多言。臣令去过王令帕将第4年来，臣知。臣得以恩妾中，梅花图
午时1点后，天降紫薇结束后，册封朝阳长真公。谢子隆恩，两位爱妃平身。哎呦，爱妃，爱妃，你怎么了？啥子？我痛难忍呐！下个就要分年了，带着75去拜见牛人公，拜见牛人公。谢恩生。娘娘，娘娘。乌云压顶月无光，翠帐八景心安藏，年真真他娘亲亲年年进宫去。但是我怒火中上，嘿莫瞧。小儿家属与恩宠真讲，天生丽质压军方，十指望出风光，林山公与谁知，要比真宠结郎。他日生下皇太子，我奉王之坤变狗养。他日生下皇太子，我千恩万宠一代上。他日生下皇太子，我一生全为父养。他日生下皇太子，我此生听好下场。我越思越想越惊娘娘，万岁安庆出了，你只让老李娘好啊！积极助兴，我印象娘娘，那俺这公司生下太子，这怕怎么样？这怕的娘娘不理呀！奴才给他，奴才一片忠心，为了娘娘才想啊！娘娘，起来讲话。啊，是。娘娘，那女人公司生下太子，这怕怎么样？
御下手做呀。那娘定是恩人，恩重似山，所有用武之处，赴汤蹈火，万事不辞。有良策。娘娘，那要非是生下得子就拉死他，就是个死胎。不妥，杀被察觉是我得了。哦，原来是外邦进过来的进士礼吗？哦，原来是个这个畜生。娘娘，预料什么预料？奴婢想出一个调包之计。调包之计。是啊，娘娘。听得说。天子我报金丝帽，不去比人比人将归鸟，要非十生小女中，居家中何必礼貌去要报，明人把你中来抛弃，那要非出卖龙颜明来报可是叫人去调包呢？娘娘，或者来聪明伶俐的开子解决调包啊！娘娘，夜深风大，快请为公安请吧。哎，看姑娘知寒知暖，对娘娘体贴着便，真是一位好姑娘啊！是啊，一家越发的懂爱他了。哎呀，娘娘素来安排奴婢侍奉娘娘，理所当然。只是我叫你往东，我是往东，命你往西，我是往西，叫你站着不要你同你，我就站着不动，不离主意，侍奉娘娘。好，眼下却有件大事要命你去办，奴婢愿望。你下前来。孩子，你要听话，是人之后听于重赏。娘娘，杀不一中，要你一死。还不快去准备葬号，这一家结王要人工，还不快去！去吧，去吧。回去，娘娘，难得你一片忠心，一家就我亏得与你说说早今日，定要一举成功。是。
爱妃生了没有？生下了，是龙是凤？飞龙飞凤，那是什么啊？谁知道嘞？相思。万岁，喏，哎呀！同对过情，此时此笑是与笑，怕只怕什么呀？要么来世将生情死啊！一心正邪做了糊涂人，记着不把要举子大宋家上报不成，来选妖妃。在中谁该死？念他为人少遇到，与我情同手足仰望君万岁，将他上，祝君万岁开恩，万岁开恩。好，以情受罪，价值节人，当人冷薄。
奸人丝毫这些，你何苦要报他呢？万岁！爱妃，朕也真不知是你写的为是这个恩师啊！哎，爱妃听风。万岁！我。
清宫去送孤品，转在岳阵采杨林，日夜比喻实难行。是哪个功臣与我出来？原来是陈公公，奴婢子相遇礼了。寇公人，你一人在此做人？哦，我是在这里玩耍的。寇子，切莫团玩，免受娘娘责打。去吧。哎，哎呀，圣人都说陈公公是个聪慧仁智之人，今朝我不拒绝他。公公请坐，公公请坐。何事？公公，你不肯说，那我走了。公公救命啊！救何人之命？公公啊，是因李娘娘产下一子犯造言儿，如今太子命在旦夕。此话真假？只因吕娘娘为得正宫与国王设下毒计，用礼貌玩出太子，命寇子前来抛入这狱后之中。太子在哪里？太子在哪里？太子在哪里呀？公公请空。太子，见太子眉清目秀，杀身叫生命欢在何中？不知名才为太子啊，你究竟犯了什么罪？一层娘胎便遭灾，神仙功力今何在呀？公公快见太子啊！你真有此心，畏惧太子犯事不知。哈！他在我来了太子见万岁。多谢公公。公公，你怎么不追了？这样好了，那就这样。这样你就莫非你变卦了？寇子，向刘妃经历正宫，全压当朝，国王凶战多年，耳目众多，杀子一日见不到万岁。这小太子他，你我三条性命，岂非一起断送？这个公公啊，寇子死不足惜，总要救救太子才好啊！寇子，想你进宫不久，利害不知，咋将盘家多年，困进这深宫财恶？
满朝文武生生死为，你我那小小内日时候惯的，实在是非我破虎，爸爸送死啊！是嘞，你是不想救太子了？我，哎，这样，陈琳，以往为当堂内之人，身为牛蛋要不平，先怕狼，后怕虎，只怕因果少是生。太子不顾早不因你前世不惧，心我深啊！
这季哀哀先不过，我怎能赚钱孤儿报私生？我怎能天赐伯爵王太子？我怎能做一千古所知的岳才生？就却叫啊，你为真。九天明月，见我心。公公儿子，为报大公前途，你曾令我拼一世，要救太子他梦寐。多谢公公，多谢公公，多谢公公。公公不知受得罪太子，口子有了，快把账儿调完。公公调了账儿，只恐被人识破，不是将太子放在公公盒中。账儿密不透风，怕要蒙为了太子。我事有安排，公公快将孤品倒掉。孤品不用倒掉，盒中自有计划。此次甚好，公公快召集和议议。好。小口子快把婴儿放在孤品装盒中，我正令出生的次，要将太子揪出宫，揪出宫。公公不是将太子送往何处？送往暖清宫，请白云王娘伺候太子大大，可为李娘娘报仇。好主意，公公好用人虽然这招恶你。太子，你快，大家都有满城与一王宫，无神贯通。甚好，公公，请。见妙人，公公快走，公公快走。郑公公，请慢走。啊，原来是瓜公公。请问刚才是你一人在此？一人在此。可曾见到口子？必见口子。你手捧杖儿，一月何往？奉旨前往暖清宫与白阎王作寿。合作我吧，实现孤品。慢！没想到杨公自报失窃，请你打开账儿，看看可有疙瘩。不看也罢。略王儿一子，万岁爷王凤。慢！见姑娘娘放口出宫，王命在身，少备了你。王姨娘娘驾到！陈公拜见陈公娘娘。陈公公平身。谢娘娘。陈公公一路之上可曾见到口子？未见口子。何种何物？是些孤品，可有疙瘩？并无疙瘩。你去吧。是。
娘娘，实在奴婢专自查困障儿，他竟不肯开儿，根本不把你郑姑娘娘放在眼里。最学真理。是。娘娘有旨，曾令儿次见驾。曾令儿次见驾，娘娘千岁。一路之上，可曾见到口子？未见口子。何种何物？是些孤品，可有疙瘩？并无疙瘩。当真？当真。你去取吧。走。娘娘，见他匆匆而去，莫非其中有诈？最学真理。是。待娘娘有旨，曾令三次见驾。曾令啊走。娘娘千岁，千岁，成礼。不可以，举止好比鸟之灵，为令强说语言，莫非其中有非？心花会开香梦味。玉璧王宫哦，既是玉璧王宫，要重的是贵重之物，哀家都要解释解释。奴婢已经为王张合理不过是一些世间孤品。什么孤品？莫非是荔枝？荔枝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啥嘞？啥嘞？开花
娘娘，不哭啊！娘娘，不哭啊！娘娘，奴婢不管呐！一切由哀家担待。好，一切由娘娘担待。快去劝王府。是。你。开河妈，王府一开，我当开你们看。搬到下面哭语嘎呆，这搬到下面不来嘎呆，哪里行得？我打开看一看。娘娘高见，娘娘，娘娘，你在这里呀？奴婢得来佛旨。事情可真办妥，已经办妥，将那礼礼什么？将娘娘不喜欢吃的梨子倒掉了，倒在哪里？御屋之中。当真？当真。与我为真，恐吓为真。一家定于重赏。谢娘娘。娘娘，这王凤只是非同小可，这怕真灵。娘娘，既无疙瘩也就算了，这王凤之事，哀家定为毙命万岁。是。娘娘，昨夜一夜里在，快请为公安寝吧。保驾为公。保驾为公。娘娘最好。娘
里去了？皇上，今日元宵佳节，娘娘到御花园看花灯去了啊！哎。指望大宋经里有人说，不料想你比才要进宫位，又比他的子要多下言，希望啊来到快有请，是有请。父王，今日元宵得来回家，玉帝为首，快起来，玉帝请。哎，兄王，银幕长台哪？玉帝呀，长夜到神到末年20岁，真切是空九龙之一本身，家宝杀无真龙中大宋家上。兄王，你要保住龙体呀！全王兄莫要太悲伤，地狱一般最当今，真的。遇过三儿郎，三儿少年甚聪明，地有心。你我随着今生有话情快讲吧。地有心，估计写下真。皇
玉帝，这12年来，怎为何从魏天里时起有个3点像样？哦，这啊，兄王忙于国事，哪里顾得上小弟弟家事哦？王儿，快快拜见万岁！陈查证叩见万岁，王子为生，快快起来！谢万岁。来，没亲没羞，你表当当，3殿下说的真像寡人呐！啊，父王讲吧。冬日先王爷嘛，世尊相像亲生儿子真为不祥。玉帝今有心把王者继承过来，好，唯恐留置他。兄王既然决定，就给当即列顿。好，王者听风。万岁！这封你为送交太子。多谢父王万岁万岁！王儿快快起来呀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臣妾叩见万岁。自从你来了正好，今有玉帝3殿下正封为送交太子了。万岁，此一动小可你怎么？你要体谅朕的苦衷啊！王嫂，大宋不能无为，王爷国事为重。是啊，事关宋氏纪念，你就剩下子吧。啊，王儿，快去拜见你我儿千岁。朕拜见母儿千岁。平身。嗟叹此事真相是为无言。不晓他机关虽尽，太聪明。你娃儿不心伤，3年来忘记心，不是亲生总不亲，家族真亲，去还真情。娃儿，我看你浓眉无目，娘儿才见，生来一副帝王之相也。母儿过奖了。娃儿，从一家一见到你，从心底里喜欢，从今以后，一家对你比亲生儿子还要亲你。多谢母儿。王儿，你莫为狱中切进，恩情是黑生，朕胜不你那亲生母亲了陈琳，你陪太子策划御宫去吧。朕知。王母儿，朕去了。去吧，殿下。殿下。玉帝，你来了之后，朕的病好了一大半了。朕的是家。来，朕要与你同饮几杯，畅谈一番。来，姑上来，玉帝请。去查看，再有丝丝马将送来禀报。是。万岁！知道。
年了，今天又是元宵节了。清早一杯，就到元宵美酒，请好吧。
此？我就是白云王的三殿下，是今日册封为宋家太子啦。宋家太子，娘娘，这位就是范岁新封的太子。大受洪福，江山不改且恨。娘娘，这位太子的容貌长得可真像娘娘，好像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似的。哦，是吗？是啊。娘，陈公公，殿下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唐为凡，谁知道这边是我之好啊？我到外面瞭望一位。奴婢陈令见驾李娘娘。陈令平身。殿下，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奴婢在那边等你，快载奴婢回宫去吧。陈公公，这位娘娘，我可拜得。拜得，这是一位大言大德的娘娘，你要称她母，多多悲上几杯。阿珍早晨拜见母儿娘。再杯，多杯几杯。愿母儿千岁千岁千岁。殿下请起。陈公公，这位好娘娘为我这冷宫受苦，小孩子家就不要问了。那我问娘娘去。殿下，娘娘，你为什么在这里受苦？十来华长，32年前的今天，哀家也曾采下一枝。是这10来红的冬年。嘿，雄王如今在哪里呀？陈公公，你可知道我雄王的下落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娘娘，雄王到底在哪里呀？殿下哪里知道？哀家临产之时，曾听婴儿啼哭，不知谁人追奔，使我产下寡头。范岁龙心大怒，把我当成人工。王家竟有这不明之事，究竟是谁妄着王郎？黑娘娘谁苦？殿下，陈公公，你知道吗？我好叫人生恨啊！我爱娘娘情当心，此事真泪当真，本来是听为娘娘报垂冤，我要帮你行为小救生。好殿下，娘娘。案子谈，母子相
下，快随我回宫去吧。娘娘啊，娘娘，娘娘啊，说娘娘莫悲伤，保重公体长欢喜，常言道几生死与天相助，娘娘你只能愿能生。是啊，娘娘一定会有才能治这的。啊，娘娘，娘娘，娘娘。娘娘啊，乾坤那常为有子立子嗣，原本生长才牛成12年前遭受命。好心人强举到此从这根，莫宽苦，莫夸无辜，内生气越倾城，还等那春花秋日风生死。更生灭门里自生什么荔枝生长在牛城，12年来遭水淋。预说道莫宽苦，莫夸无辜，待等那春花秋日李子霖。莫非他平地望情深思，今是我10年来朝思暮想的魂所情。殿下，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快回去吧。娘娘，殿下，这人工没有圣上的旨意，你是不能跑到这里来的。快随我回宫去吧。不，我要守在这里陪伴娘娘。娘殿下，不娘，可啊！万岁在等你回宫，顾远想你。快随奴婢回宫去吧。去吧，殿下。去吧。儿尊拜别。娘娘保重。明天再来夸望娘娘啊！儿啊，
吃进人宫中。怕只怕太子为师要灭儿，那看着你当年抗子乱也中，因此要扎根究底自以为，今晚不杀人宫，把苗金用。奴婢开子叩见娘娘千岁。平身，看姑娘，12年来一家待你是何？娘娘对奴婢恩重似山。既是恩重似山，那就该知恩报恩。你把当年就去调办之事，总是将来定有你的好处。是。娘娘中的得年子，用将色情来兵子。想当年我奉命来调报，礼貌文策小太子，将婴儿抛入狱内，就去脚下遭严死。从此我虽配是平12年的虽不来无人知。哦，果真是此，简直真情实话。哼，你来看。人公吃苦了，李娘娘。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我看你还是做人讲了吧。啊，娘娘，开子以后本特测，还将是什么呀？我来问你，你当年又曾经这样传统乐器蒙骗哀家？啊，娘娘，此话是从何说起？不懂民法，娘你不早，我把这人绑下了。是，来人呀！啊，娘娘，娘娘，奴婢冤枉，你早与不早？娘娘，奴婢冤枉。我把这人拖下去，重重的打死。啊，娘娘。娘娘，当时见证只怕是有断了口供，倒不是把人民选进宫来与他当面对质。好旨意，薛人令。是。娘娘谕旨，臣令进宫。臣令进宫，臣令进宫。
请您见驾娘娘千岁。平身。谢娘娘，娘娘，深夜宣奴婢进宫，不知为了何事？陈公公，一家有话问你。娘娘，请讲。12年前，一家命口子办件大事，他竟没有办好。听说这件大事，你也知道。奴婢想不起来了。哦，真的想不起来了。哎呀，年长19，实在忘忘了。可是口句他讲过了，他讲什么？你不要装糊涂了。一日不慎，血怪一家翻脸无情。娘娘要你死，你就活不成。国王，你管把我怎样？咱家有先帝明示敬拜。娘娘，夜深了，用奴婢为公。慢慢想来，上门下气下来禀告，是将慢，想不起来也就算了，何必要接着罪人？不知还有何事？你说看家为了一家的大事，该不该打？给打，给打！好，把口子带上来。我命令你打。娘娘，奴婢手无不济之力，似乎当得。哼！陈令，你违抗意志，打！娘娘。
还不快与我打！正是。难道他叛逆不成？曾令你打，你重重的打，没留将重打，谁惧怕？须当一棒来分一生。娘娘，问他什么？你问他当年与谁串通一气，何种长过何否？是口子，你当年和谁串通？何种长过？何谓？此话从何说起？难道你真可见？我真看见。娘娘，哎，你可真看见？我，哼，一家当然看见，看他早与不早。娘娘既已看见，何必还要问我呢？好一张理嘴！真令你与我重重的打，狠狠的打，打得他遭人放血。娘娘，真令你不管这么大，难道你们是串通得了？你是真令。这是要丧命的呀！愿意再有次，可是就不管你打吧。这是你，真令，你还不与我重重的打？真令，你打死我吧！你惩戒我吧！也罢。三次
欢喜难自根。
情深。刘备奸臣，任凭你靠党的公司，多计斩草之根，心太狠，我恨不能杀你，只手不捏鼻。我是花中的鬼，一血万血杀无名啊！啊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！不用我死里打，黑子随你来了，可是。就是不见李妃死过，你是什么？费用宫花为回京，就是不见李妃死过啊！我们去看个究竟。好。儿子，我的好工人，英烈女呀！李娘娘，李娘娘她没有死，太子她也没有死，武成林也没有死。你看，天快要亮了。
强。汉元之人，新人名姓，小人名叫万荣我，家住哪里？家住在赵居桥窑洞里乡。以后为生，妈妈就在村讨饭。有何冤情？我是没冤情哦。报答你，我是没冤情哦，俺没有失去你的冤枉啊！叫你母亲前来诉状。报答你，俺母年纪大，眼睛不好，走路不便，要报答你亲自到窑。这个，俺妈还讲是真宝还是假宝？真宝怎样？假宝则讲。啥是假宝？不用上告；啥是真宝？理应到窑。来，去到还窑。还有慢慢叫。俺妈还讲，啥是报答你亲自到窑，我要以他三招。哪三桩？一，不许明楼开堂。好。那儿，那儿，不许骑马守桥。那三，不应到窑。老夫念你四国孝子，拜宋王。这前面得有路。多谢报答你，多谢报答你，俺妈要生冤债。报答你，请。报答你，大姐，叫你母亲出来诉状。哎，妈，报答你亲自到窑寨，当真？拿去生冤债。儿啊，你叫他一声进窑。那个我叫报答你一人进窑，没不好讲我，不好讲我。报答你这次发起脾气来，你这个头皮都要保不牢个。不听为娘之言，便为不孝。小。
嘿嘿，报答你，俺妈年纪大，眼睛不好，走路不便，要报答你亲自敬仰。来，敬仰！哎呀，慢慢叫，报答你。那家许多人进我摇头，我个摇头要不然夹疼个啦。报答你，俺妈还讲，要报答你一生敬仰。尔等要为是恨。是。报答你小心。儿郎，你叫他向前一步。报答你，俺妈叫侬向前一步。好。儿郎，你叫他再向前一步。报答你，俺妈叫侬再向前一步。好。儿郎，你叫他连升3级。报答你，俺妈叫侬连升3级。好一个连升3级。在此万不见驾。可曾哀家你是何人？哀家就是17年前牛成功离后。若人宫中李美人，恨真
人走谁苦尽，还愿谁穷失去尘梅花吐在一点红，天下之为皆生儿，册封张扬张真公保证见家国堂，千岁，保证平生谢国堂。借小千岁，儿啦，夸父平生。平生谢小千岁。国堂曾即刻为今正面身上准备奉送了年年就国堂为朝，保证吃药去吧。别家。来呀！有。是。以后改称母儿、母儿、皇儿、母儿。
内公真经过拜见八爷王千岁，公公免礼。见千岁。咱家不万岁之意，到来送上手礼，请千岁收下。本王拜谢王恩。千岁，奴婢告辞。哎，公公难得到此，则人不应随久久匆匆而烦你。王命在身，少备。买，此次的本王当开张啊，你我动用隧道，共享王恩，罪罪不至啊！这若是的，公公，难道你一点面子也不给本王了吗？啊，此次恭敬不是聪明。怎么？不是本道恰是失礼？启禀阎王，王妃灭亡有御笔弟子。哦，御笔弟子，请公公过目。奇怪，此次你我一同观看。当年这贼送礼子，今为吾王先失礼。不必取悦亲随用，可可烈烈绝不留，而望女别清风。啊，公公，你可见得这其中之怀疑么？这有什么可见的？告辞。你不见得，本王见得。实礼乃实礼非也。皇上的是松狮上门，分明是命本王自灭这道，一个不留。一派胡言，告辞。不啊，只怕你累得就去不得了。来生，此事公道，将我钦差大人给到后台。本王公子哪是文才，名正言顺，何谁之有？咱家为三国中间四类大人，你可把我怎么样？不啊，你晚上作乱也万岁，吹走了谁的儿子？外不与我重赏走来。厉害，你许可判生。国王监测。这子女一世多见成凶光，一日的狼狈为奸才遭殃，可见万世黑日子，杀人于不问娘娘，问一时苦中生理，你陪我民间上，你是个残忍狡诈的生命。要诽谤，我要诽谤，你件件都是贼呐！你真是伤心的泪，硬要你上万当的血账。不懂答应，两你不走，用赢。是，我太驾到！国太救命！国太救命啊！先将国王绑下了。国太请走。第40公道，奎元大人给到后在。本王奉旨哪是文才，名正言顺，何谁之有？谁知后在？请看。谢谢。当年这人送礼子，今
竟为吾王献上了。真灵，我来问你，当年八一王这人送的不都是白道手里吗？真是，这里恰实送的是梨子，岂不荒唐？这也难说。今夜送的不是石榴吗？你当年真的送过梨子？第七次是石榴花茶，娘。小小梨子，辛苦妈苗，甘河之中，空气真棒。一股长在有真是多少年，非长之苦多更了。要靠他生生不息永繁衍，要靠他传宗接代更继老。谁料想世上有个狠心人，恰把古筝当野草，竟将梨子来当掉，又把女人自放火烧。自古生计也不尽，可笑他计划算计枉徒劳。此口姓王，娘娘，你难道害怕了？我是人类，你休想妖言不叫蒙骗哀家。咱家七个，我来问你，当年什么时候真是你世上还有吗？你是呀，你是呀！娘娘，切莫笑得太早，请客。王灵帕，真是王灵帕，请问神杀一事何来此物？神事也未可知。可是神王我在，神王我在，神在哪里呀？真是我见鬼！来，有请当今国太李娘娘。将国王帮扶发帐，立刻在行。是。万岁驾到！见驾！娘
我生辰做梦太不该，只想永忘娘梦难儿，犯下了妇女岳飞月亮之境一名身亡。好，妹见到一次，他存一宝。寇子，你听到了吗？你的血没有罢了，我们的仇报了。寇子，好，功成。寇子，好，功成。建党，迎接国塔为诏，共给基地，万圣三祭。范仲华封为安乐王，与国王兄弟相称。万万岁！嘿嘿，这个我来啊，阿哥是皇帝的，皇帝阿哥哎，我的侬讲，侬要对俺妈小声一点，实是不听我阿弟的闲话，我要回到陈州去买韭菜葱。哈哈哈哈哈！保家卫国，庆功动员，万岁万岁！